好多人都覺得疾病保單呢樣嘢可有可無啦，唔一定要有噶啦。但係如果需要用到嗰陣時，你有冇準備到？同樣係病咗，但係有啲人一邊病一邊安心嘅做治療，有啲人一邊病一邊擔心冇錢去做治療，有啲人可以停低休息下，但係有啲人一好咗就要即刻去做工，因為佢知道一旦佢停落嚟咗之後，佢就完全冇收入噶啦。呢個時候可能就要發覺到，哇！我最大嘅壓力唔係病，而係我嘅生活，因為我唔知道我嘅生活喺我冇收入嘅情況之下，應該點樣繼續過落去？我點樣繼續供屋？我點樣繼續供車？點樣繼續我嘅開銷？一啲所有嘅嘢都係講到錢，所以有啲嘢準備好，唔係講我就我自己。萬一真係咁大吉利是中到我嘅話，起碼我唔擔心，我仲可以一邊治療一邊安心，唔需要煩錢，唔需要煩我嘅生活之後點算好。有啲事唔一定要發生，但係當事情發生嘅時候，起碼我唔要被逼選擇一個我唔想揀嘅路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